即卖因为非洲猪这猪肉是真好买哦，民众只好加买一寡鸡肉也是鱼仔，也毋过无民众发现讲鸡哦鱼的价销起码1成到3成。中华有一寡卖控肉饭、甲肉鸡店家，即卖是改卖鸡腿饭、鸡肉鸡哦，望讲会当来继续做生意。 头家剁鸡肉剁袂煞，台中市包括非洲猪这上大批发市场、建国市场，47大温体猪肉将要全部停业，消费者换买鸡肉、鱼肉部分价销起1到3成。就吃别的肉啊。最近哦，鸡肉吧。鸡肉买比较多。对，鸡肉买比较多。有增加啦，有的人控肉饭的迄都无用啊，当下来卖鸡腿转去做啊，有起一寡啊。 市场内底也售卖冷冻猪肉，业者低调表示，消费者也受猪肉的需求，惊走人客唔敢起价。后出市场介绍出色，爱搁看卖。建国市场自治会强调，鸡鱼因为需求量增加，小可起价，消费者也应体谅。主食的部分的时候，像鸡肉啊、鱼肉，这个都会微幅会有调整啦，因为它现在就是原料不够。 猪肉禁分禁台也冲击餐饮业，中华有名的控肉饭业者卖完最后一顶控肉，改卖鸡腿饭。另外一间肉鸡业者是改卖鸡肉鸡。当然，要等到那个猪市开市的时候，有正常我们可以买到猪肉的时候，才会开始贩卖控肉部分。最近就是暂时以我们的新品，我们的卤鸡腿饭来呈现。没有猪肉，占用鸡肉。哎呀，所以是用我们是用鸡柳条。 业者强调，控肉加鸡腿成本较悬，鸡肉鸡是处理上较高工，加上人工成本甲猪肉差不偌济。业者面对伫这临机应变展现韧性，也可嫌消费者接受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